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Sing&U 音樂學院嘅常見問題解答環節。你可能會問，細路仔通過你哋嘅課程能夠幾快建立自信？我哋結構化嘅課程旨在幫助孩子們快速建立自信，結合定期嘅演出機會，以及經驗豐富嘅教練同同伴嘅建設性積極反饋，頻繁參加演出，例如迷你音樂會同展示會，可以讓學生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際場景中，從而加速佢哋嘅自如感同舞台表現力。通過針對每個孩子嘅優勢同埋成長領域嘅個性化輔導，學生通常會喺幾週到幾個月內睇到明顯嘅自信心提升。持續嘅鼓勵同從公開演出中獲得嘅經驗，使整個過程既有效又愉快，確保佢哋嘅自信心同聲樂技能同步穩步發展。呢種有針對性嘅方法，能夠快速提升佢哋嘅自信同藝術表達能力。Hi everyone,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I hope you like it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, go to Sing&U, SINGANDYOU.com and check it out. Bye bye. 叶家长也跟我说，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，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。